咱台湾地动风台是真济，内政部自2018年开始推设防灾事备份认证制度，甲民众急救避难救援相关的知识。彰化县的这个防灾协会呢，今年家己总钱举办课程，让民众免费参加备份，希望提升咱台湾防灾士的数量，万不伊遇到灾害会当救家己，阁会当救别人。听老师的指导，学安怎实施 CPR 替受伤的人指挥。教室内底拢是来参加防灾士培训的民众。台湾地动风太济，万不利拄到灾害，应变救灾能力就真重要。92地动，我嘛是受害者。透过这2天的训练，我相信后日后搁拄到同款的地动，我一定会当去现场支援。以前啊，拄着这种情形哦，身骹依旧，因为我拢袂晓的，所以我嘛唔敢去做 CPR。所以即马会晓了后，阮就较有迄把握。内政部2018年开始推设防灾士培训的认证制度，上课教民众急救、避难、救援这相关知识。承办课程的彰化县防灾协会表示，为社区一般民众落去培训防灾士，真正发生灾害的时，唔来使救家己，阁会当协助政府防灾。灾害来的时阵啊，有足侪所在可能政府还未到的时阵，一寡人会聚集伫咧遮，阮会希望讲，遮个人会使去做一个安置啊、收容的这个动作。你若是学过这个防灾士的时阵，你会使协助这个政府来做这款代志安尼。统计到今年11月，全台湾拢总有33000多位的防灾士。彰化县防灾协会今年家己总钱办课程，让民众免费参加培训，希望增加台湾防灾士的人数，和救灾能量会当拖到每一个市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